更生团契的信息。求主你的能即刻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来同享你的救恩。奉耶稣的名来求，阿们。今天这段经文是马太福音22章11节到14节。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若是有稍加注意的话，我们一定会发现到，我引用的经文好像有那么不完整的地方，因为按照22章所记载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照理讲应该是从第1节开始读起，这样子来看这一段经文才会算完整。但是我为什么只从第11节开始来读呢？而没有从第1节开始来读的原因是，我个人认为，从第1节到14节所记载的这一段的比喻呢，它是有2则不一样的一个比喻，但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比喻这样子。所以第一个比喻就是从第1节到第10节，这是一则的一个比喻。那另外呢，11节到14节是另外的一个比喻。那这个国王的婚宴的比喻呢，它的内容是跟我们讲说，那些被邀请的客人不但拒绝出席国王的婚宴，而且呢，甚且挥拳将国王所派来的仆人把他打伤，最后并加以凌迟来而死。国王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呢，他非常生气，马上下令将这些可恶的客人呢，连同他们的村庄全部把它摧毁掉，然后来消他心中的一个怒气。最后，国王又下了一道指令，说马上到大马路上去，把那些过路的人以半强迫的方式，把他邀请他们进来吃这个国王的这个喜酒。另外，我们再从另外一卷福音书，就是路加福音14章15节到24节，它也一样记载着这样同样的一个故事。它这个故事的内容说，有一个主人呢，大开宴会，被请的客人每一个人都很忙碌，有的人说，哎呀，我忙着要去购买那个农田，另外呢，说我要去买牛来耕田，然后呢，也有说，我刚新婚，我要赶快去结婚去娶新娘，计划去蜜月旅行，这些都是推三阻四，没有一个责任的一个做法，而因而呢，就没有办法去参加国王的一个婚宴。这个家的主人呢，听了以后，他非常生气，说：“哎，仆人，你不要再去找他们了，你赶快到我们这个城里面的大街小巷呢，去找那些在路上的贫穷的、残疾的，甚至失明的、跛脚的，都把他找来参加我的婚宴。”所以呢，他最后在路加福音最后一段，他就讲了，他说：“我跟你讲，我告诉你们，那些先前所邀请来的人，他们都没空，那些都是一个没有责任的人，那他们绝对不可能来享用我的宴席。”那马太福音的这个内容，跟路加福音它这个2段福音的内容呢，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但是最大不一样的地方，与路加福音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呢，却是在路加福音在11节到14节冒出来的一个这样子的这4节的一个经节呢。那这一个比喻的主题跟前面那一段主题呢
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的地方是，国王的仆人前面那一段是国王的仆人最后受到侮辱，那后段11节到14节那一段呢，是受到侮辱的是那一位没有穿礼服的一个过路人。马太在本章的这个比喻呢，他只是好像写故事一样，从第1节把它写到11节。但是我们在读这一段比喻的时候，我个人的看法是，要稍微把它做一个分开，否则呢，我们会有一点点的那个困扰。这个困扰呢，会认为说，这个国王他很不合理，很蛮横，因为他强迫过路的人进来享用他的婚宴，然后呢，就一定要让人家穿礼服才能够享用。他不像说我们现在的街友，你请街友进来吃东西，请恩友进来吃东西。我们教会还要提供漂亮的礼服给他穿。你说这些街友或是这些恩友，他会穿吗？我记得以前我在台中的时候，我曾经参与街友的服事。你请街友来，我那时候就是用便当来当成一个重要。就是请他们要听福音，要享用福音，然后呢，最后也听完福音以后，还要帮他们来剪头发，一剪头发，最后再洗头发，然后最后再把便当提示出来这样子。可是呢，这个国王呢，他就因为那一个客人他没有穿礼服，就加以来侮辱。这个国王让我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认为说，这个国王他很会折磨人，而且呢，这些客人他是从大马路上、城里的大小街上呢把他请过来的。他们本来是不可能有礼服的，而且呢，到了完工以后，国王才完工以后才提供礼服给这些从马路进来的人来穿礼服。但是进入到宴会的地方呢，他规定没有穿礼服是不行的。所以呢，这个没有穿礼服的人呢，他硬着心，他就是不肯穿礼服。所以当国王看到这个客人他没有穿礼服的时候，他称呼他一句话，称他是朋友啊，你为什么没有穿礼服？他竟然无话可答，应不出来。因而这时候国王竟然吩咐他的侍从，把他的手跟脚都把他铐起来，然后呢，把他扔到外面黑暗的世界里面，咬牙又切齿。这个就是与路加福音它记载最大不同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假设把这两个比喻合起来读呢，就会发现说为什么它不合理的地方在哪里？那在读这个经文之前呢，我想引用一段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当时候在耶稣的时代，它流传在民间的一个故事。当时候一个拉比的一个教训呢，他这个故事他是这样子讲说，有一位国王，他邀请他的客人赴宴席，然后呢，但是并没有确定告知他的原因。他只是告知受邀的客人说，到时候呢，我们会再专程派人去通知你。什么时候不知道，你只要
在家里面等就好了。那一般的客人，他通常都要梳洗都要抹油，然后穿着整齐，在家等候，然后一直等到国王的使者前来通知，就要马上去赴宴席，要马上去赴宴席。然后这些受邀的客人当中，就有一些他比较那种神经质的，那种神经比较小条的，然后呢，他就在怎么样，在家他都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准备随时警醒自己要怎么样，要去参加国王所准备的宴席。然后呢，但是有一些神经比较大条的，神经线这样子什么都好了，马马虎的那一种。然后呢，他呢，时间还没到嘛，我还再去工作，然后再去做什么，然后等到人家来通知的时候，我再准备梳洗，再准备把礼服穿好就可以了。然后就这样子一直在没有被告知的情况下，在没有警醒的情况下，国王的使者就来通知了，就打开王宫的大门，然后呢，宣布喜宴开始，然后准备好了好的人呢，就马上可以进去。那些还在工作的人，他就来不及啊，他就已经没有办法，因为他没有准备好，所以那时候国王出来来迎接这个客人的时候，就发现当中有一位客人，他没有穿礼服，就来赴这个宴席，他就命令他的侍从把这个没有穿礼服的人把他赶出去。这个是跟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呢，是当时候所流行的。那这一个教训，应该是会比较接近我们今天11节到14节的一个情节。所以从以上的分析，它是要帮助我们对这个比喻的认识会比较清楚一点。那22章这2则的比喻呢，第1节到第10节，他强调的是上帝的恩典，他开放上帝国的大门，让一些没有机会去聆听到上帝国福音的人，甚至没有资格的人，有机会来进到天国里面，享用上帝所准备的宴席。那11节到14节呢，当主耶稣在论到这个没有穿礼服的人的时候，他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一个跟我们有切身关系的一个警告。当国王看到这个人没有穿礼服的时候，他竟然称他是朋友。这段经文我查考一下圣经，应该是在马太福音第2次称人为朋友。那他的下场是手跟脚被铐起来，被丢到外面去。第1次被称为朋友，是第20章的13节。当那个葡萄园的主人要发给最先来工作的人工资的时候，称那些工人先进来的那些工人，称他们为朋友。结果那些本来先进来工作的那些工人呢，本来是进来的，在16节，耶稣再补充了一句话：落尾，歹心呢要变落尾，就是本来是在先的，他后来却变成最后的。那第3个朋友的一个地方，耶稣称朋友的地方是在26章的50节。当犹大领耶稣领罗马兵丁来抓耶稣的时候，
耶稣就跟犹大讲说：“做你应该做的事。”各位，我们若是以朋友的概念来看，以后若是有人叫你朋友的时候，你有时候不用太高兴。你若是知道马太福音它的记载的话，你应该要问他说：“啊，你哪叫我朋友？你是不是马太？”所以在这里，我们有一个概念说：那到底什么是朋友？到底什么款人、什么样的人才是朋友？那这个朋友又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概念是在讲说，我们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有罪的人，他接受了上帝的恩典，同时我们也要承受一份上帝所赋予我们的责任。一般的基督徒，往往我们只接受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所赋予我们的教训，但是在领受恩典的部分以后呢，我们会很高兴。你说啊，我是心甘乐意来领受这份恩典，那可是这份恩典却是白白的一个恩典。这个部分呢，在第1节到第10节，他就这样在强调，因为这份白白的恩典，大街小巷在马路上的这些人，他就可以进来享用。这样子，上帝给我们的恩宠是那么的大，而且上帝是不分男女老幼，不分你是不是高贵的，你是不是贫贱的，你是不是有罪的，他都邀请。因为尤其是有罪的人，更能够因此白白领受他的恩典，他救赎的恩典。所以这个是我记得我以前上过3、5的课，白白恩典是咱每一个人所能够领受的白白的恩典。所以这个就是圣经教训里面的一个圣经里面一个教训的一个中心的一个教义。这也就是今天的主题说，受造的人很多，每一个人都把他邀请进来。那些受邀请进入宴席的人呢？问题是他们在皇宫里面，无论行为，或是讲话，或是穿着，都应该要注意。尤其当我们在哪一个场所，我们要配合那一个处境、那一个环境，才会给主人有足够的面子。就好像我们被邀请去参加宴会，或是我们访问我们的好友，我们的穿着整齐，就是要整齐又清洁。但是我们不是在炫耀说，我今天穿的是阿玛尼的名牌哦，你看哦，这个是名牌，但是你却不整齐又不干净。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体面。台语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人爱真，不爱更。”就是人呢，要能够穿着要装饰的穿着的体面。那佛呢，要人家来扛，要人家来捧。何况我们人在还没有进入皇宫之前，我们的穿着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随便穿都无所谓马马虎虎不要紧。”可是当我们进入到皇宫以后，我们的身份就不一样了。我们就不要有那一种
浪漫、不拘束的那一种态度。以前我记得10几年前有一句话很有名，我听了，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那一句话非常有名，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可是，当这一句话流行出来的时候，有很多人那时候就开始有奇装又有衣服，不像我记得以前我读高中的时候，那个裤子长裤有喇叭裤就觉得不错了，可是喇叭裤那时候就觉得说好像是奇装异服。那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欢喜就好。可是你都不顾人的感受，可是你的礼貌又在哪里呢？你的礼貌又在哪里呢？我们基督徒，我们是蒙上帝的恩典，我们才能够进入上帝的国。我们不可以再按自己的意思，我想要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应该要行出与恩典相配合的一个行为，才不会来辱没上帝的恩典。恩典是上帝所赐给人类的一个礼物，也是上帝对人的要求。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新的行为跟举止，然后呢，把我们原来老旧的行为呢，把它抛弃掉，这样才不会对有辱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恩典。这样的基督徒才不会像那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客人，后来被国王把他赶出去。上帝有2只手，他一只手，他是在实行恩典；另外一只手呢，他是在实行审判。这样子的说法，我相信大家可能上过三福的弟兄姊妹可能会很熟悉。这个并没有矛盾，因为他在说明说这个恩典的可贵，也说明了我们蒙恩的基督徒，我们身负领受恩典的一个责任。刚刚我们所吟唱的圣诗在台语的圣诗里面，他的讲法是说，主上帝的正手，他在我们当中来帮我们写字，他在我们的当中来主持我们应该行的路。虽然我们走在黑暗的道路里面，但是呢，他却来记载着我们有仁爱全能的一个话。我们可能会历经冲突与失败，但是呢，最后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有胜利跟眼泪会在上帝的右手里面帮我们来记载。那最后我用以前我刚刚提过的说，三福里面最出名的就是有2个诊断的方法。这2个诊断的方法呢，我很喜欢用。我平常我在灵修的时候，我几乎都会常常来反问自己说：假如有一天你离开了这个世界，依照你现在的宗教信仰，我是不是有把握能够进入天堂来得永生？我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来？我是不是我的行为、我的做法，我有没有依照上帝的指示？我是不是有把神给我的恩典，他要有穿上这个救恩的礼物，我有没有好好的把它穿好？或是我只是随便这样子穿一下，或是平常我穿了，然后呢，外出的时候又不穿，又把它高挂了，这个要检视我们。
提醒我们：你多久没有祷告了？你多久没有读圣经了？你多久没有跟人家传福音了？假设我们穿上那一个礼服呢，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的站在我们上帝的面前，来回答上帝的询问，来肯定我们是一定能够这样子来回答上帝来问我们的话，说我一定能够穿上这一个礼服来进入上帝国，否则我们若是没有来警示我们，我们就会无言，就像这一个没有穿礼服的人一样，无言以对，不知道要哪应，然后呢，就会变成你没有办法被拣选来进入上帝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救恩的恩典临到我们有罪的人当中。主啊，我们是一群有罪的人，我们是一群卑微的人，但是当我们得到你所赐的礼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没有好好来保有它？我们是不是好好来拥有它，来穿上这一个你所赏赐的礼物，来进行救恩的一个责任？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的一个分享，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那个好，报告一下。那今天是财团法人基督教更生团契的一个的日子。那今天你们手上有拿着一个我们更生团契今年度的一个DM 一个 DM。那蒙神的恩典去年被神呼召，然后进入更生团契，那也借这个机会跟我们迦南教会的每位弟兄姊妹来做连结。那实在讲我不多说了就是说，从进神学院读书，就没有想到说要到更生团契。进神学院读书就像一般的神学生一样，一般的牧师一样，是要到教会去服侍的。那可是呢，进到更生团契，它只是一个机构，一个到监狱服侍的一个机构。那甚至后来才完全清楚，到更生团契工作，你所有的经费、所有的志工、所有的服事，都要自己去张罗，我有时候会用这一句话来做一个解释当那个桃园教会的卓中仁牧师跟我讲说，你到更生团契去，要吃好心，就要家己服，因为你在那边没有人没有像在教会一样有人有固定的11奉献，然后有人有感恩奉献，你自己要去想办法。我说是既然来了就好像说有一个姊妹就跟我讲说，你去就安心了，反正神会保守你，你不要想太多，你就好好做我相信大家对更生团契也很熟悉，也许比我更熟悉，那我已经到这边半年发现更生团契有一个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不是只有进监所去服侍，
这个危机是出监的人，这些受刑人他出来以后，没有人来照顾，没有人来照顾，那这些出监的人，他被社会遗弃了，所以在监守的时候，当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竟然跟我说：“传道，我已经进来好多次了，我们好像在比赛，什么人里外较嘴边呢？”哇，我听了有时候很心酸，但是更心酸的是怎么样？我看到有比我年纪更大的弟兄姐妹那些受刑人还在里面关，还在里面关。尤其当我在从事天使树这个活动的时候，又碰到一个最大的问题，不是只有这些人在关，他的儿女、他的家庭也被社会关了。虽然他不是关在监狱里面，因为他的关系，他的家人、他的相关的亲人也被社会隔绝了，也被社会隔绝了。所以我简单做了一个介绍。那这个是我在更生团契服事的一个状况。在更生团契很忙。昨天我们开小会的时候，牧师就问我说：“你到底什么时候休假？”因为从礼拜一到礼拜六，几乎都有事工，但不是全天候的。比如说一天只有上午2个小时，或是下午2个小时，甚至星期二以前军事看守所还在的时候，晚上也要去。那真的是有一点跟在教会服事的状况有一点点有不太一样，而且呢，礼拜天还要到各个教会去请安报告，因为经费要去筹募经费，所以也恳请各位弟兄姐妹，为了更生团契的这个事工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这些世上的灵魂，我恳请你们，我们一起为这个事工来打拼，也希望你们为这个事工来做一点的奉献。那以下我将请更生团契的志工张若明弟兄来分享，他本身就是一个更生人当我听到他的故事以后呢，我那时候有一点惊讶，怎么还有这样子的人他能够悔改，而且当他出狱的时候，他的家人是不能够接纳他的。他的家人跟他讲说：“你若是真的要跟我见面，我们在桃园火车站见面就可以了，你不要回家来。”我说：“那样呢？”那时候我心里面在想，这是他的儿子呢，怎么会这样子？我们现在请他来做一个分享的一个见证。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来迦南教会第2次，邓医师。我之前95年有来这里分享过，那时候我是94年底出监的，我在监狱就是每一次都进进出出这样子，那我都跟家人说，保证说这是最后一次了。可是，一出来就没办法，又是旧的朋友、旧的习惯、旧的路，就一直这样子进进出出。那最后一趟就是服刑快7年，那在里面就有一个牧师，更生团契的牧师，给了我一本圣经，然后跟我一起祷告。那我就开始读经。各位，我读经，
是非常痛苦的，因为跟我过去的观念都不一样。讲到坏的，那是旧的我；讲到好的我，就是我在操练，在破碎，这样子。那后来我服刑将近7年，最后一趟，我出监，刚才那个传道已经说过了。我本来很喜悦的打电话跟我爸爸说我要回去，那我爸就说，那就是像他刚才这样讲。当时我不知道我下一步到哪里，因为我家里这些年受太多的伤害，那我就去台北更生团契的中途之家，我在那边住了7个多月，我在那边也非常的痛苦，被破碎，然后被重建、被造就。那真的本来我们的性格就不是这样子听话，可是在那边一切都要顺服，要把权柄交给上帝，这样子。那有一天我爸爸倒下来了，我跟他说我要到医院去照顾他，但他拒绝了。但是我还是到医院去照顾他。可是他因为我弟那时候在盐湾监狱嘛，我妈妈已经失智了。我到医院的时候，我父亲发现那个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就是我会在病房好好的读经，那我爸妈的衣服我都会把他们洗好，然后要吃的饭喝的水我都会买回来等等。那我每天早晚读经祷告哈，我用2年半来跟神求修复我家庭的亲情关系，因为这将近20年，我爸妈受很多的伤害，包括邻居啦、亲戚啦，或他们的同学。感谢神，那我们现在已经共生了。那这是我跟家里的关系，最后还是中途之家还是要回归社会，回归家庭。我想讲到就是我回来之后，那上帝也是我一个太太哦。那我跟她认识是在台北灵粮堂那个未婚男女弟兄姐妹的联谊。那时候有20多个女的啦，我们那一组就2个男的，我是其中一个。后来有一个男的中途又离开，剩我一个。各位不是说那20几个姐妹随便就我们就可以有好的那个祝福，不是哦，他们都标准都很高，都很高。那他们为什么会那么晚婚？我在这20几个里面就有一个愿意跟我谈感情，但是他是看到上帝在我身上的一个破碎跟造就的生命。我跟他认识的时候，我那时候在送货，我甚至于到那个雇那个炉啊间啊，就是那个火炉去做一些铸造弄模子的，经常会被烫伤，然后要去擦药。那有几次想放弃，可是因为我每一天有读经跟祷告的习惯，所以神就保守我没有离开半步。最后我的姐妹就跟我就结婚，在99年。我们感谢神，我太太结婚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说，你要结婚哈，我要借迦南教会来做我们那个结婚的拍照这样子。然后我就透过那个桃园长老教会的王明仁牧师，那个长老在跟廖勋主委说，然后那这一幅图画是我们床头，我跟我太太很恩爱的，这个就是这一幕，对，感谢主。那我就是说我们在圣经里面自己被造就，还要回头兼顾那些软弱的弟兄，所以
我对更生人我有很强烈的负担，因为我走过，所以我会到监狱啊，或者我们每年都有去花莲跟台东的机构跟监狱去做服事。那当年我在监狱，我传福音给我那些狱友牢房的朋友，他们都会笑我，就是说我因为我太多累了很多次的累犯，我在监差不多快11年了，已经都监狱化人格了那他说你会就是会有耻笑我，可是之后我就是每年都到里面，他们就看到我的改变。那在去年度，我的爸爸跟我妈妈讲说，他们想要跟我们一起，我们就全家去花东服事，开了1000多公里。那我爸今年已经90岁了，所以感谢神了，在很多状况不适合的条件下，上帝都祝福保守我们，让我们在那些同学监狱的人面前，他们都唯有亲情能够来触摸到他们。感谢主。那我跟陈传道在这一段时间，我们有去做一些更生的一些探访，也在医院也去探访他们。我们相信说，每一个这样子的背景或者他们的家人，上帝给他们的生命不是这样子。我们凡愿意的人，我们愿意领他们到上帝的面前，这样子。好，谢谢。对，那个我刚才讲都好像比较负面我就是说我回到家家里不接受，我当时不知道下一步到哪里。感谢神，现在神已经祝福我婚姻，然后我也在去年买了房子。对，我爸妈就是只要愿意我就会把他们接来这样，因为我爸的东西大部分都在侨爱。所以是这样，大概是这样。感谢主，谢谢。我跟他在一起有几点非常感动。他常常会打电话给我，不管现在是刮风下雨，因为我到桃园来最大的不适应是天气的问题。然后他也不管你适不适应，反正你接到电话说传道，我现在要去接你，接你要干嘛？我心里面就自在想说，绝对不好康的，因为他会带着我淋雨，他也很少在拿雨伞，然后就到桥外附近的那些陋巷，那些以前的眷村的矮房，去探访那些贫穷的，他以前的一些邻居，那些更生人，刚出来的更生人。就这样子一户，在中午的时候，我想说要睡个午觉，一路帮我耍。他精神真的非常好，而且呢，我们还计划说要去找当地的传道人，就是不一定在侨外，就是只有出来的一些更生弟兄，我们要找当地的传道人，然后把那些更生弟兄安置在教会，让他在教会生根。事实上是更生团契今年开始在做，已经在做的一个事工。好，谢谢各位。